国际上上新的消息，咱来看土耳其的大选。土耳其现任的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伊选赢，会进入第3任期。也那最高选举委员会开票的作业已经完成99%，嘛证实埃尔多安已摕到54%支持的选票，已经当选。土耳其的车路顶拢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，听到胜选的消息，大家拢出门庆祝，将在所在塞车。 Mutluyuz, ortam belli, atmosfer belli, süper yani. 埃尔多安以过半支持率赢到第3个总统任期，伊也是土耳其第一位以直选先后担任总理加总统的政治人物。这边选调，伊的任期将一直到2028年。 Öyle bir kazanacağız ki kimse kaybetmeyecek demiştik. Öyleyse bugün kazanan sadece Türkiye'dir. 伊若得到6党反对联名支持的共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吉里达欧鲁选输，伊讲虽然有真侪压力，不过咱正明确知影人民想要改变专制统治。Bilin ki benim asıl üzüntü sebebim ülkeyi bekleyen çok daha büyük sıkıntılardır. O sıkıntıların karşısında da ilk olarak bizlerin duracağını bilmenizi isterim. 今年69岁埃尔多安成功连任，其实和反对者正意外，尤其伊的政府伫今年2月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救灾处理的动作，互人批评伤慢。迄当阵就有人讲，人民将会用选票改挺翻，尤其搁拄到通膨危机，反对派也认为将有机会改救来。不过伫咧5月14第一轮投票，包括议会选举，伊的正义发展党伫咧东灾区11个省内面的10个省拢选赢，也搁帮助民友摕到国会多数席次。不过这边选举是土耳其有史以来第一遍需要进入第2轮投票的选举，被认为是对土耳其影响上大的选举之一。不过伫俄乌战争爆发了后，土耳其促成乌海粮食出口，对瑞典、芬兰家己北约掌握到关键的决定，也甲中国甲俄罗斯拢保持良好的关系。埃尔多安重新规划国政、经济、安全加外交，加8500万人口的土耳其定位成这地区的强权。这边个选赢，更加强化伊未输的历史形象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